外地人千祈唔好嚟珠海呢邊買樓啦，我驚你嚟咗之後咧，你唔捨得走啊！咁2025年珠海嘅人口係250萬左右啦，咁呢邊咧有7間嘅3甲 hospital， 珠海呢個地方唔大，有7所高校、4所本科分校、3所大專，咁周圍咧都係啲學生哥同埋學生妹啊！咁珠海仲係一個唔要面嘅地方啊，居然將50幾公里嘅海岸線咧都叫做情侶路啊，俾人嘅感覺就係唔浪漫都唔得啊！咁全珠海咧仲建設咗差唔多800個嘅大小公園，都係免費嘅。週末你想出去玩咧，你諗咗半日，你都唔知應該去邊度玩啊！咁珠海嘅全市巴士都係1蚊，仲帶埋空調。另外，珠海冇咩重工業啊，大部分都係啲輕工業同埋呢個代加工企業，比如呢個空調嘅格力啦、湯臣配件啦、金山軟件、麗珠藥業等等。咁珠海嘅氣溫同香港、澳門幾乎一樣啦。咁呢邊嘅全年平均溫度係20幾度，冬天咧有時都唔使着長袖衫啊。珠海呢個城市咧，亦都係一個慢節奏嘅生活城市啦。行街開車都係慢吞吞嘅，佢哋好少插隊。咁大部分駕駛員咧睇到有行人要過馬路啊，都會先停落嚟讓你先過去。珠海仲係一個難存錢嘅地方啊！全市一共建設有70個大小不等嘅商場啦。去澳門玩2手同埋去香港 shopping， 當日就可以來回啊！咁如果你長期喺呢邊居住嘅話咧，我真係驚你唔捨得走啊！咁視頻拍到呢度啦，你話你對珠海呢個城市有諗法，想喺呢邊長期居住或者退休，歡迎同我深度交流啊！我喺珠海呢邊生活咗20幾年啦，熟悉珠海嘅各個板塊，亦都整理咗份珠海嘅買樓指南，入邊有珠海所有區域在售嘅樓盤資料，優點同缺點都有，包括呢個片區規劃圖。有諗法嘅發3個6，我安排俾你。我係珠海嘅Jack，實話實講嘅地產佬。